一只鸟啊，好啾啾哦！现在都咱唱的，现在叫的写无共款。你的是啾啾哦，啊，我是一只鸟啊，好啾啾，敢毋是？敢毋是好啾啾？是要揪去倒位啦？揪去莫上班的所在就好啊。我听讲就是真侪网友咧问讲，咱小编拢咧创啥呢？啊，就上班啊。是哦，对啊。但是听讲因就讲说出名的人请少问，就是各行各业那人无人去访问小编呢。啊是呢。安尼，无我甲你访问者好咧。啊，毋过我毋是互人访问过啊，你嘛互我访问过啊。咱顶个是较真的访问啊。嘿啊。安尼也无算啊，咱也无甲人讲咱工课内容创啥。我讲的是迄啊枫叶包呢。哦。好啦，无咱标题有写啦。标题。你怎甲我给讲出来？咱标题有写，阮即摆请一个友台啊，友台的小编啊，友台嘛是阮公共集团的小编来甲大家说分明啊。来，请因来分享者。所以因无做出名。食甲讲，因要来啊，去趁因无来的阵先讲啊，到时阵咱即句放出去，所以因到时爱听才听。已经袂赴啊咧。因就后悔啊，是讲啊好，因既然安尼讲咱，好，差不多要开始啊。好，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 Podcast 节目，来听我白边，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刚有出名哈，无出名啊！哎呀，网络顶嘛看有啊。规边，大家好，我是混酸。大家好，我是拿到第七边。听众朋友，恁敢知这三个人是啥？阮标题有写啦，因就是阮花溪雕台，对无？你是念雕台对无？雕台对对。花溪雕台东冲对啦，咱拢是公共集团的，所以咱应该算是同事啦，好不好？系啦，应该是算是同事啦，好朋友对对对，好朋友啊！咱听众朋友就问讲，啊，啥恁较近才来？啊，因为因较重要，因较出名，阮来甲伊摆伫大明星的后边。讲甲讲吼，讲到我即满想要开门走出去啊！走出去，我倒啊，挡袂。你遮倒来啊，你都要走出去。哦，听讲规边要叫人靠钱哦。哦，真的。低的。听众朋友啊，若是想要来迄来学啊，还是讲同学啊，还是讲就是南港啊，就是上班时间吼，千万毋通坐客人车吼，坐客人车会迟到哦。你即摆咧偷大开，你今日做好，各位今日做好。好，安尼恁三个人就干那介绍家己的名吼。敢有要搁补充诶？无紧，咱拄第一条开始啊，直接开始好不好？直接开始。好，安尼想要请问讲，当初是恁是安怎来做小编？规边先好啊，好。好，我先来。有啥做小编哦？因为吼，我一开始来花溪的时候，我因头路的时候，我是因迄个网络新闻的记者。我做网络新闻记者，迄个时阵我毋知影我爱做伙管迄个名册。迄个时阵一入来，我当时想讲吼，我只是可能是写新闻网络像安尼。生迄新闻出来，生一工生几个安尼尔，无想袂到吼。遮够生。嘿，我是想袂到讲，我搁爱去搞生出来物件，搁甲放伫个名册顶管。哦，所以你引头路的时阵，毋知影讲家己爱做小编。毋知。所以你嘛毋知影讲小编是要创啥？我嘛毋知，迄个时阵，家己有是家己嘛有家己的粉丝专业，家己的重要。迄个时阵虽然讲无袂像诶，逐个咧经讲遮尔计较啊，讲爱学啥物编啊，搁爱学啥物，搁爱写啥物小编文啊，写一大堆啊，讲伫遐讲出侪破文内底爱写啥物物件啊，较引起人诶注意啊，无遮尔侪物件啊，所以迄个时阵一开始我著完全无迄个编诶即个概念。所以迄个时阵一开始就是学爸母啊，所以听讲当初是你嘛无啥要讲台语对无？其实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是讲台语。所以当初是因为看着镜头歹势，较讲啊较无认真安尼。嘿，有可能。还是假的，就是效果，这无效果。有可能讲家己袂晓讲台语。我感觉有可能淡薄仔是安尼，因为我自细汉讲台语，而且我到大学了，我就伫台北嘛。伫台北真正做这人咧讲台语的，所以久无咧讲。所以常常要讲的时阵，就是台语真认真，规一边无真。袂认得啊！迄时阵真正是做侪人定定咧
讲即件代志呢？就是讲迄个查甫的主持人啊，讲台语讲安尼，你节目名佫号做真认真。我叫是迄是好歌呢。哎，无，迄毋是好歌。我本来想讲，因为就是一个有丁子啊，对无？就是反正没有这就是一个叫做台语真认真的节目。我咧讲有当时啊，即种语言的物件是假袂过来。哦，假袂过来，就是喺培养安尼。系啊，因为我就是有当时啊到台北，我就主动讲华语。啊，到伊甲台人看阮厝里的人咧相处的时阵吼，我就主动讲台语。哦，迄就是一个做自然的物件。语感的问题啦。就是即只的切换呢。一个开关，也好歌音足济呢，免替人讲。咱较多是讲编的，讲甲我迄阵一丢啊，一开始毋知我家己要做编的，嘿，毋知要做小编。啊，迄阵其实拄着即件代志的时阵，迄阵实在是毋知要安怎啊，结果是看逐个咧安怎做，我就学安怎做。啊，慢慢开始，我会记迄个时阵，当另外第二档花絮的第二档，迄个时阵有一阵啊，是大家拢开始咧算面册内底做好算的一寡内容，比如讲，大家都拢在底下想讲爱啥物的内容，开当好，大家开始分享啊，开始就去引导的。啊，迄个时阵，大家都开始想这样的代志。我会当讲一下，我感觉这边的时阵做骄傲的两个作品，嘿。我会记有一个国际睡眠日的时阵，我敢有印象。对啊，迄个时阵，对，就是阮华视的边咧伫遐咧困，大家拢咧困。啊，迄个时阵，阮咧困的迄个影片吼，应该是所有咧困的人内底分享上济，看的人上济。咱输啊，咱输啊。所以这因为这是我其中一个 idea， 嘛是阮遮第一个起来的。第一个做的，所以迄个时阵就大家毋知是公司第一，大家是公司的，迄个时阵嘛是有做即件代志，啊，佮有其他的，嘿，其他的嘛是有做伙咧做，是，嘿，啊，佮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阮爱做的工课，迄个时阵佮爱晓加片。你较等下吼，迄是你后壁第二条小编老咧后壁，你是我无你看，啊，佮另外一个物件后壁较讲好，好，安尼后一位好像。好啊，拿到底起先。好，我对啊。好，我迄阵就是我做迄个动画设计系毕业了，我就咧想讲我要创啥。我进前去某一个教会上台语课，就是伫咧群组内底就看到花是咧订即个编的头路。所以一开始就是要订编的哦。因为我较早就是我实习的时阵，滚一边听起来是骗一摆。因为我实习的时阵，我就是咧做干影片的头路嘛，啊，我就想讲因为这嘛有相关，所以我就来引头路安尼是。然后当初是就是因为我知影就是因有经营卖种啊，啊，佮有干影片，啊，佮有可能我其实之前较无即个经验嘛，啊，毋过我迄阵为了引即个头路，我就准备迄个作品集，啊，就是甲我做的一寡图，啊，佮有进前就是伫咧别公司做的作品，就收集互阮即摆的主管看，啊，尾也就我嘛毋知影安怎，我就是我家己就是做韩班的，啊，应该佮有足侪优秀的人，啊，毋过就毋知影，然后就你无设计就一摆啊，一个是互骗的，一个是互骗，一个是骗主管的，不是，咱咧分选到底是倒一个，咱骗主管的。啊，但是听讲就是然后伫这边你以早台语较无练转，我嘛感觉我无练转啊。毋是你真正毋是讲你学台语，对啊，你台语，因为我感觉我是学台文啦。学台文哦，我是家己去学。但是本来就晓讲台语，是后尾去学台文。系啊。5岁啊，6岁啊，7岁、8岁。我是会晓讲，原底是会晓讲袂晓写啊。我就靠就是大学时阵就家己去学安怎写。就是台文字的青梅句，到当初是共款安尼。对，无问题。好，安尼话分选。大家好，我是文轩。是，佮讲一摆，无啦。其实我迄当时就是参加华视咧办的台语主播擂台赛，所以你安尼是算是伊骗你，是你骗？其实嘛，毋是啦，互相欺骗主播安尼。对，迄当时其实就是参加华视的即个比赛。其实我伫参加比赛，迄当时讲话实在是台语实在是足歹的，我毋知影恁敢有看迄个节目。有啦，
即摆伫花溪台语频道搁找着影片对，听着没有？飘地叫什么？花溪台语主播擂台赛啊。对，听着没有听到，去找花溪台语主播擂台赛，第三看到分酸。迄个影片我到即摆拢毋敢搁点入去看，因为我感觉实在是足恐怖分酸有钱滚哦。对，伊整个画甲比即摆较高呢。伊甲即摆无啥共款，听着没有再去看卖呢。你讲声音敢是？对啊，你当阵较无像即马即种感觉。对啊，你当阵较甜淡薄，较有爱豆的感觉。所以我即马无啊无啦，即种就是较古锥的妹妹。是啊，安怎讲拢毋对。敢是因为变啊较熟啊？可能哦，你可能迄当阵有你的迄荷包。其实嘛是无呢，是因为镜头较无拿摕出社会啊，拿出社会，所以后来就入来嘛。对，我迄当时想讲，我第5名应该是无望啊。对，对啊，因为我才第5名啊。对啊，所以头前4名你创啥？头前4名嘛敢有伫内底？头前4名有诶，即摆已经离开媒体界，有诶即摆伫优台。所以第5名留伫咧华西。安尼讲敢好？所以就是入来了后，就是开始做在地新闻的过音。对，过音，新闻过音。对，逐工的新闻过音，还有逐礼拜拢有新闻杂志，就是阮华西有一个专题，就是华西新闻杂志的专题。伊即是偷拍广告着。我感觉阮的专题其实做甲袂歹。拍广告。对，赶快伫花溪台语频道会使看到。打开始你咧拍广告，安尼通过非常扣。所以变成是其实拢是主要拢是咧处理逐工的新闻过音，还有新闻杂志的过音。所以当时开始做编的。其实我无算是编的。无算是编的，但是影片内底有你。对，我是算是互找去做主持人的。就是可能是我变成是过音的表现伤过优秀啊。规边听袂落去啊，规边听袂落去。我是感觉吼，因为分选为什么加入阮吼，主要是因为在地新闻的主播有定只推荐互阮。对。迄个时阵，我就想讲。我记得我会消音嘛，我会消音。我记得我会消音嘛。迄时阵，你莫笑，你是莫笑。我记得好笑。我就是遮自然的这部。迄个时阵吼，我就想讲找无主持人啊。是安怎？迄时阵拄好有电视啊，因为伊伤无用啊，因为花溪去52台嘛，来就变做愈无用。伊就讲伊无时间看我作为主持，所以迄时阵伊就推荐你个分选互阮。迄时阵我就想讲，袂歹呢，敢若做甲我讲诶，所以就来试看觅。就是安尼。有当时吼，伊就是拢会提供一寡，虽然伊讲伊无做编啊，要毋过伊会提供一寡意见，出头一寡意见。讲话啊，想要讲啥讲啊？无啦，我一开始我想讲你头拄仔敢毋是有讲着啥？就是一开始你敢毋是想讲分选哪会来？因为迄当时一开始我是感觉讲滚一边敢若无真介意我呢。瑞姐。拄开始的时阵，我嘛叫是滚一边无介意我。啥物啊？因为我这个人滚一边拍到底因为我这个人吼是无讲话时面腔做歹看的。就是讲。较严肃安尼啦。系啊，而且我有当时就是因为有当时你就是讲话讲伤济，因为有当时做工课拢爱讲话的时阵，你有当时讲话讲伤济。你私底下你又无爱讲话。就是迄个镜头安尼。就无想要讲话啊！对，我平常时嘛无爱讲话啊。就随点点。你啥表情？你啥表情？讲真侪话啊！简单介绍了啥来做小编。好，安尼请继续补充讲小编日常的工课，就是恁三个人一般拢咧做啥物代志安尼？一个人讲一寡安尼。平常时爱做啥？平常时因为阮爱出影片嘛，爱出 podcast 嘛，就有当时就看一下新闻，想一下即礼拜台语今年灯要做啥物，podcast 要讲啥物，一想着啥，就叫伊甲迄个拿到直接边讲，因为坐伫我的对面尔。对。我就当时甲招过来，甲讲吼，即礼拜讲啥物啥物咁好。嘿。就安尼。我早起来的时阵，我搁咧写卡本。你搁咧写卡？认真哦，对啊。所以有当时就是我嘛会负责写卡本，也毋过较少啦。有当时我嘛会提供一寡 idea， 为啥我会当补充一寡？为虾米迄个时阵拿到直接变迄个红酸溜来食吼？因为伊啥物拢会晓。伊啥物拢会晓？无啦，伊晓加影片，伊晓做迄个动画。做图。做图，可以要做图，做写迄小编文，
写啊袂歹，也个还个袂歹。哎，你就讲，啊，这什么拢会晓，什么拢会晓啊，台语嘛会晓讲，嘛会晓练动啊，钢骨人啊，这就是做酷哈。哦，钢骨人伫遮，钢骨人是安尼啊，要毋过吼，伊是人人有才调啦，应该是讲吼，应该是讲栽情啦，嘿，伊的各项的栽情吼，拢做酷好，即个工课需要。嘿。所以毋过我嘛是有足侪欠点的，需要滚一边甲混酸看家。即摆是咧创啥？即摆是欠米大会，大家退通告。哎呀，迄个你拄则要讲你第二骄傲的是啥？哦，第二骄傲应该是讲吼，迄个时阵我嘛会晓爱学，因为我做编的，我有当时嘛是爱学迄个加影片。迄个时阵一开始你会发现，我完全袂晓加影片，慢慢加，我有一个伫面册顶悬的影片，花式新闻，看的人有超过100万。多一支。迄支敢若4当前的影片啊，迄个影片吼，迄个5月天 Mayday 有关系，所以伊迄时阵就是有一个送终，迄边怎讲？翻上中，就是迄种四人乐队出山迄种乐队，迄种乐队啊，有人会拍迄个大鼓啊，有人会吹迄个喇叭啊，因就是有一个乐队，因就伫伊咧送迄个人出去的时阵，因咧走的音乐是5月天的离开地球。表明，就是迄条歌，就是做好耍所以迄个过程我甲迄个影片起来加了后就做出名。因为迄个时，因为5月天因的迄个美奖嘛，做侪嘛。对。你嘛是哦，伊是哈，伊是哈，毋是对要大声，毋是，袂歹的啊。所以迄个时导致者其他的美奖也点你看就对啦。阿信不能够来。阿信本人伊有去伊迄个乐队的因的名册，原版人家，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就要起来做伫影片内底，所以迄个影片看的人都是侪。所以听起来就是恁爱加大，哥哥爱录 podcast，平常是毋是有迄铺文，譬如讲啥物主题甲学台语，迄嘛是恁爱想的。嘿，就是我平常是拢咧看名册就是看新闻安尼，所以安尼互人误会讲你是毋是就是咧评断啦。毋过我就是看了后，我就想讲问看因的意见，看卖就是讲会使做无，还是讲有当时因较无用我先做了后，才互因看卖。台文敢有写顶打去啊，还是讲都有爱修改安尼是。所以图嘛是你负责的。系啊。家己吹，家己画，我要家己画图无法度。像之前迄落就是迄个啥啊，梅西迄落我看以前迄落冠军。迄个世界杯脚球赛迄个冠军杯我就是看迄个相片，我想要做一个，我就找伊倒来画看卖安尼是。所以嘛你家己画安尼。系啊。好分酸咧。我要补充一个伊头拄仔讲的梅西的迄个图。欠你一个姆巴佩对无？对。伊讲欠我一张图，因为我迄当时就甲讲，我就想要姆巴佩的。伊到当还袂画互我。拍起来。我即摆就咧录 podcast 嘛，无我转去我随画一张互你啦。无你爱先写卡本。好，即摆迄个风已经过啊，安尼敢会付？个人要爱的啦。对，我个人要爱的，其实嘛是无要紧啦，对啦。若是有会当搁较好，我搁甲讲爱滴无啊，姆巴佩爱互伊滴无啊，无啊戏法有无？所以分酸就是倒想卡本。对录 podcast 安尼，嘿对，主要就是安尼，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出声的啦，出声。工具人伫何在处？所以你就是我是老大的，嘿对，智慧工具人所以恁像恁迄铺文，敢有讲，譬如讲一礼拜，还是讲逐工爱几篇，还是啥物，敢有迄个规定？无呢，听起来因的袂重听起来足自由的，无毋过就是无因别款，就是。是爱固定，就是互大家出现伫咧社群媒体顶悬，才袂互人放袂记安尼。所以就是无固定讲，就是一工几篇，还是讲逐礼拜是讲爱宣传啥物？就是戏剧啊，台语今年转的精华啊，还有台语字真趣味啊，逐工一句安尼是。所以像迄台语字真趣味嘛是恁想的？无，迄是个定制伊写卡本，伊录影了后我。
校对迄落内底物件。哦，所以伊家己写卡本，所以迄部分就毋是恁。迄饲主部嘛有一个迄单元，迄敢嘛是恁写的？毋是，迄是伊英过，就是英过伊家己想的一个单元，伊制作的单元。阮只是坦白讲，阮只是改团起哩，改团起哩，就是大家爱小看华视台去频道。过来我嘛有逐工一句哦。我是友人呢，已经结婚哦，友人啊，你结婚啊，恭喜哦！你有听到无？我这段放出来给你听过。头发广告。好，安尼想要请问讲，就是像恁拄则咧讲啊，恁咧想题目啊，想迄铺本啊，比如讲 Podcast 讲第一真咱也是讲迄教学啊，恁敢有啥物款的限制？限制是无啦，因为毋过看恁公司共款爱有一寡教育意义。韩文公司你敢？含你公司，含阮台语台对，台有一寡教育意义嘛。对，要安怎讲啊？有当时想要较有一点仔创意点嘛，因为迄种创意就是会较无教育意义的。迄个阵，阮就会较迄种创意甲缀掉的，毋通互伊走出来伤济。哦，对，就是爱甲逼掉就对了。就是爱逼，可多头前无逼。对，有逼掉迄种诶。其实无啥物限制啦，因为上重要就是讲吼，你家你想要讲的物件，因为有当时阮会做一寡像阮第一今年当最近定咧做的项物件，就是有一个词演一个底剧，对，来几人的词有一个主题，甲用做伙就演戏互大家看，来教大家讲即个词会当伫日常生活顶悬安怎使用，对。所以就是各一种的逐工一句，逐工一字，逐工一字，无一工几若字啦，一工几若字。我会记就是一厝内底，像迄工去买四手啊，有就是内底嘛做侪事的，一届教做侪啊。你是讲阮去买迄落？对啊，因去开公会的，去干嘛店？公会买糖啊，你讲我去迄落万隆这运站附近买迄落四手啊，转来食迄集票。对，像迄种的迄。因为我感觉阮即摆的节目就是较无专定咧教一寡技术，应该是讲阮会找一个主题啊，观众朋友会使就是伊就会像看一般的媒体啊，就是对一个主题有兴趣、有了解的是啊，伊若听到阮讲啥物，对伊来讲可能较切分的事，伊就会家己记起来。我是教安尼是，系啊。其实我家己咧做台语真年等的卡本的时阵，我拢是较袂想要以教学做出发点，因为我感觉讲你咧看这 YouTube 的影片，老实讲。咱家己咧看 YouTube 的时阵，你敢是想要看人教你物件？是讲实在话，你咧看 YouTube 的时阵，你就是要放轻松。对，所以其实我拢是希望讲，卡本的主题就是会当生活化，会当互观众朋友看到了，会感觉讲，这个主题袂歹，足深色的迄种感觉。所以主要就是也是以生活化，大家日常生活拢会当接触到的物件为主。就是讲共款啊，阮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啊，伫开讲的节目当中来学台语啊。对啊，甲你讲，这是咱推销咱家己啊。我感觉其实一个语言内底有深嘛有浅啊，嘛毋是讲教学就无好，像是因过可能较侪即款的节目较侪，所以阮做的物件就较无，就是看起来就是教学。阮应该做的物件就是较直接有阮家己有兴趣的主题安尼是。对啊，这个时阵咧偷偷甲因拍一个广告，就是因虽然是阮的，就是公共集团，但是因算是较系啊，阮的差别就是讲吼，阮阁有一寡迄个民营的。对，恁就是有一寡民营的股份，所以恁有一寡物件会当做，就像阮公共集团，阮就袂当做，譬如讲像恁迄网咖迄寡主题。为啥物网咖袂使？就是哎。像迄款抽奖，歹解，这种可能伤侪制度安尼，单拢爱避掉。所以听众朋友啊，你若是就是对迄网咖有兴趣的，当去看因的迄，因最近有几啊集拢有咧介绍一寡趣味的网咖，有几啊集我拢有咧看。这咱等下关于边来等下。你敢要来阮这边来讲网咖的代志？会使哦，爱讲钱，讲无钱，哈，爱讲。这就是你，这就是我讲，这就是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讲吼，因为阮会受到一寡。阮今日若无恁钱，你敢要来？你讲啊，我会来，我嘛是会来。确定？你即摆等拢卖签，听到没？多啊收钱，当卖签。因为真正我甲滚一边嘛，我去上迄种无
就是无收钱的节目。对对，恁就是为着要拍知名度安尼。是啦，算是为大家服务。哦，雄雄讲，无紧啊，我就是爱钱安怎？爱生活啊，对无？好，过来就是头拄有讲嘛，逐工拢爱想物件，敢有想无物件通用变的时阵？有啊，昨啊，再紧哦，因为我听规遍拄则讲，就是有当时啊爱甲迄内底心内迄种的想法，甲伊缀掉咧，教一寡较有意义的。啊，敢有迄就是死啊！最近呢，我今日无想要上班，我是一只虫，我无想要来像即种的。定呢。定。嘿，但我今仔日无呢，因为我昨困无啥会落，因为我今仔日感觉我心情会做嗨，因为今仔要来公司，毋是去花市。想怎来公司，心情会足歹。心情做嗨，你讲来公司心情做嗨，好哎，你莫听去上班HIGH，毋是去花市，因为你家己上班的所在，你有当时也得讲做有一个，今仔日搁要开始做即件代志，搁要做即件代志，共款搁要做即件代志，搁爱想物件。我即摆头壳一定要飙起啊，毋知要想着啥物物件。我感觉无想袂着物件，迄是做正常代志。毋过你嘛是爱想办法想出即个物件。所以你到底有要回答即个问题？我无想袂出来，所以想无的时阵会去倒位做啥物代志？加看一寡家己介意看的物件。因为我就会去找一寡，其实我想无的时阵，第一件代志，我就是甲面迄个手机摕起来，爱看面册，有啥物看了家己感觉做好耍的物件，就先放松一寡心情，来看，无确定你等下就看到你感觉袂歹的物件，你当个起来做，无就是 Instagram 顶管。无就是一寡你介意看的物件册，甲冰冰的。我感觉后一秒你可能迄个 idea 你就出来，灵感就来对啦，因为其实像昨啊，阮就会讨论讲，即礼拜即集要录啥，就是因为一礼拜爱上2集，就是一集是台语一年长，另外一集是 podcast，所以其实。真开时间，就是你爱主要是你爱去想讲到底有啥物款的主题。你当有进前啊，甲迄 podcast 的迄，甲真认真的迄影相摕掉，就变 podcast 啊。主要是即马有机会当家己做吼，我是感觉安尼较好一点嘛。虽然讲阮的录音迄个设备吼，佫无讲做好嘛，袂当做互大家即种感觉做好，也毋过阮会开始慢慢啊，甲设备变弄较好一点。其实嘛是咱的预算无公司遮尔济啦，无大。乱讲，搁咧骗，真的啦，就是安尼啦，搁咧骗。他这种朋友毋通叫人骗去，阮所有的钱就该来起来买即支4支麦克咧。甲你讲者，阮买袂起第5支。恁即台是安怎买啊？恁三个你抢2支麦克。恁即台看起来足贵的呢。无啦，俗啊啦，免1万啦。免1万。等下再甲恁介绍，佫有较俗的吼，有较贵的，甲恁介绍较贵的。介绍你好用。阮敢若有才调买较俗的尔，阮就省的。系啊。有当时想无主题是安怎，你敢知影？其实都是因为医生的问题啦。因为有当时你想要做一寡主题，毋过就是因为无钱，所以就无法度做。我是头家有听到无？这段敢会当报出？会当报啊！我咧想讲，以后有机会，我家己开一去南投找拍影片安尼是。要甲你做南投够较省，要做自媒体就对啊。请问坐车的钱，敢拢免算你？就家己出啊。你会当包食包大。花时付钱互我，我家己个付钱互高铁安尼是。可怜啊！我可怜，搁找公司台语台来赞助一个。哇塞啦！来，阮迄个花市吊带面册拢有迄个岛内连接，大家就是有闲会使去看，会记得爱岛内互阮哦，感谢大家。你若去岛内的时阵吼，阮可能就有较侪钱当去买阮的设备啊。好啦，听众朋友听起来足可怜的，为花市为台语咱鼓励一下吼。其实吼做台语这件物件，我真正。要甲大家讲，做台语这个物件，毋是讲吼，你是公司，你是花市，做起来的做甲做，嘿呢，因为做台语这件代志，这个路途顶悬吼，是充满着做者石头，做者你听有当时做甲你真正心情会足歹，因为吼，你讲有人会关心，是上好的，是过度的关心有哦，佫有人会关心，当然是上好啊。上互人心情无好的，就是讲吼，
有的人无咧关心，佮甲你骂，佮你讲你讲了无好，你讲迄种是台语，你讲做迄乌萝卜节，你创啥货？就是这即款人，就是讲感觉你讲的台语，就毋是你伊心内想的迄个台语，佮有的人就感觉你写台语字我拢看无，因为台语即马一定是迄个国家语言啊，对啊。有的人就感觉吼，你明明就是闽南语，凭啥物讲你是台语？对，就是譬如讲，就是做侪意见，因为我感觉这意见无差，主要是你毋通摕你的意见来伤害着别人。对，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意见。拜托，小编都艰苦的呢。对啊，我感觉愈来愈这样关注台语这件代志，我感觉是听起来我会感觉足欢喜，也毋过有当时啊，就是迄种过度的关心啊，咱莫讲什么，咱就改做过度的关心，就是这个鼓励啦，这个过度这两字哦，阮就真正足歹度过啊。是，大家关心台语的人吼，我感觉会当加去关心一寡，因为足侪人吼足介意台语，嘛足介意做台语相关的。这部物件，所以我感觉你也当作有迄个力、有迄个钱、有迄个心的时阵吼，你当去加关注一寡遮的平台。毋定是台语一年档，毋定是讲是台语台，有足侪人拢是伫台语界。其實真侪足侪台語的自媒體啦。難道要得起邊？拿刀得起邊？歹勢，我甲小編名出好甲遮爾長。叫你拿邊？哦，我嘛會使。起邊。安尼黑邊白邊，我拿邊呢？即擺想要跳槽啊！得跳啊！跳出來啊！啊，你要來創啥？講解啊！你剛剛有啥物頭路？有啦，真濟啦，想要來喎。毋是啦，因為講到無共的平台，我只是想講，我進前去台南參加一個市集，就是迄個所在就有幾個單，就是咧囥迄個白話字的，就是囡仔冊畫本。我迄陣就甲因開講，我感覺因閣有一個幼稚，伊甲我講，因佇咧聖代，逐個拜六攏有咧講囡仔冊活動，我就感覺講看到即款佇咧在地安尼豆啊拍拼的即款活動，我看到感覺真感動嘿，所以是因為即擺我錢無夠啊，無我嘛想要去甲因記錄一個講就是毋若台北媒體，一個所在攏有遮個咧拍拼幼稚安尼。因三個講這可憐，我拄則講要甲因扣錢，你敢扣會對？啊！你想要安尼敢有加薪？無呢，我為着要做更較好做。你要買去？可憐咱買三條線。慢慢欠，我那地公，我那迄個地公吼，就是底下啊，甲這錢倒落去，鏘，迄個音樂的聲音，你看聽起來做。有量啊，頭家啊，來聽湯阿姨。好啦，我莫笑。講有人要請為着10萬塊。為着我想袂起迄個 melody 安尼準算。為着10萬塊，恁得當遮物件都會使買啊。你要唱？敢有10萬塊的任務，就是唱這條歌，就會當摕到10萬塊。是無啦，聽咗沒有可能想講為着錢，甲你落淡薄。難道第七遍要來挑戰啊？恁個，我看專家有機會，敢有想要請阮去？你會當來報名啊？5個人就會使來報名啊。對啊，安尼咱5個人敢會當做伙報？我無要上電視，請阮兩個去是足貴的啊！恁可能還倒貼阮錢哦。你會當去找2個啦，阮替恁報名。聽到朋友話，阮專家有機會有伫報名，就是恁當若是有5個人想要來挑戰，就是獎金有台語摕獎金，歡迎來報名，會當佇阮迄專家有機會賣獎也聯絡哦。是說拋家己的廣告。安尼想要問恁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即馬就是真濟網絡的少年囡仔攏認為講，就是因做想要做小編，感覺小編是一個做夢幻的工課。請問恁敢會推薦人來做小編？結束。我講，你若真正對做小編吼有興趣的人吼，你來先知影一件代志，做小編這件代志吼是做殘酷的。因為吼就是世界變化遮爾大，對，潮流慢一天一天咧變，對，面冊一天一天咧甲你變伊的功能，對，所以吼你著愛去想講，你敢有即個才調會當去逐工吸收新的資訊，你吸收新的資訊，你安怎甲變成你即個平台會當用的物件？因為逐個平台，譬如講吼，有一寡電商的平台，因無共的電商，又無共的個性，伊無共的個性，你免怎甲即個資訊用佇即個個性內底？譬如講華視調台吼，阮的個性就是講吼，有即個。
缘投的气质。嘿，还有一寡台语优雅的气质伫内底，所以阮爱做一寡较迄种教学啊，无就是迄种看起来较有迄种气质的物件出来。所以有诶像诶电商，有诶电商一定爱做一寡做有创意的物件，互做大家去分享，知影伊诶资讯。影圆，我看到本来想讲，你是咧讲出来的，我就知影你咧讲啥。讲出来的红笔啊，就个笔调啊，你在像我那样影圆。影圆，还有一寡迄个像诶。有伤明显啦！这个笔调，没有。来了被硬我现在搞。讲到做艰苦诶，所以你就爱有一个心理准备，讲吼，你毋管你敢有啥物技能，拢无要紧。你主要就是你头壳爱想会顺，一直变巧。毋管有啥物技能，拢无要紧。我拄仔想要问讲，就是做小编上基本要有晓啥物呢？就是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你想会出物件。还有一个创意的心嘛。创意想会出物件啊，当然咯，你嘛是爱晓啥物会加分？做图。工具人要回答者，工具人。你会晓啥物？我感觉上重要是肝啦无好，人生是黑白啦。肝啦好，人生是小编的生活是彩色的。我拄则想讲啥物歌倒一条。我歹势，我的鼻音无出来。点一首歌。你要唱迄条歌？一首头无尾的歌。敢会害恁收听率直接下落落来，歌曲10秒以来。拜托啊，阮之前伊在黑白人，伊个阮甲黄山亮合唱过呢。啊是哦。对啊，拜托诶，是毋是做嫌生呢？分酸做嫌生。对啊，我做嫌生。之前黄山亮嘛有来上阮的节目。你敢有甲伊唱歌？无吼。系啊。难道这是边那迄个时阵哪会无叫我甲伊唱歌？垃圾。毋过伊我买咖啡伊有啉啦，我就欢喜。这是咧比啥？可能是惊黄山亮后摆就无来上阮的节目。好，工商服时间咯。今日恁上班进前先来阮遮开讲，嘛忙开讲，所以恁拄则经工商过，但是搁互恁一届，互恁机会来介绍正式完整的介绍。譬如讲恁的 Podcast 时间，还是讲恁逐礼拜当时有新的节目安尼阿爷是互上缘投的群伊边来工商服务吼。阮逐礼拜5吼拢会。我时间拢无一定啊，因为时间无一定。我只想要一定，因为毋过有当时阮就是想要甲物件做好诶时阵吼，我就 delay 一个啊，delay 一个啊，无就是有当时吼你加工，你系加工，我就知 delay 淡薄仔久哦。啊 ，podcast 吼，通常拢会准时，啊，你著去迄个 Google 遐搜，你去拍迄个台语真认真，啊，甲拍出去了，你就当随。下骹肯定的迄啦，免烦恼。有吼。我来甲主持人你甲 podcast 用哩，我甲拍毋对，啊，连接入去是咱台语台。阮 podcast 吼会慢慢甲阮的设备吼，对，慢慢甲用好。所以恁 podcast 是拜五拢拜五，安尼拄好啦，拜是听台语台，拜五听调台啦。哎哟，拄好呢，逐工学台语，拜是拜五。台语安尼。嘿，我逐工下晡4点，嘛会当收看华视台的新闻。3点先看阮的下晡新闻。对，嘛时间嘛都接起来啊。做无用诶。啊，有逐礼拜六迄落早起6点早起哦，嘿，啊，搁有分转过音的迄个华视新闻杂志，嘿，耶！满的台语时间送互你。到拜六的10点嘛有停播，若是6点无我都起床，爬袂起来。6点迄个是伫咧华视12频道啊，迄落10点迄个是伫咧华视新闻52频道，大家会记得收看哦。听拢无啦，听种朋友阮会甲因诶，我叫因甲主持写做一篇交互我甲伊搭伫下骹。对，你若因为阮这讲伤紧话人是骑车，你听无伊会听袂清楚，所以就是恁甲写来，阮到时阵甲恁铺伫咧下骹。啊，你嘛会使用恁调台诶口做，就是来下骹留话，安尼互更较侪人看到恁安尼。真诶，多谢，来互动对啊，互恁蹭一下啦。好啦，多谢你啦。不要抖那节，像你无开 IG 的口做 IG 哦，对，即个爱个甲华视讲吼，互阮人。因为我看规边爱做侪代志的，规边个无用的，其他影片个，那到底这边嘛就无用的。安尼你咧顺线迄落
就是要偷偷刚上班哦的，你主持的迄落，我主持的啥物？还是讲你做起的我迄落？除了台语今年等以外吼，我阁有做阮华视另外一个网络理财的节目，叫做超前部署。哦，嘿，你若想要投资股票，你也要讲做一寡迄种嘿相关的，要知影国际经济一寡知识的时阵吼，是。你就会当去看即个超前部署。你先趁着钱买新的 Podcast 设备，我再给你做朋友一点。虽然有心探讨，虽然在，而且迄个来宾有时阵伊讲台语，就是足认真，啊，佮有一寡就是有一寡金融的台语词的，金言玉语，哦我感伊会觉当加一寡台语的一寡俗语吼，毋是是金逼出去的逼。我紧是我咧加恁无得控制。有一寡迄个来宾吼，伊其实吼，伊会甲伊对台语嘛足厉害，会甲一寡台语词用至伊咧讲的金融的知识内底。哦，嘿嘿嘿，所以我感觉有的来宾真是嘛足厉害。因三个看起来感情做好诶，甲咱两个无啥共款诶。嘿，安怎？无啦，恁感情无好，看起来做团结诶。对啊，阮感情无好，阮感情我都因为无好。阮无钱，无钱的时候，无钱才可以团结来来拍败这个金钱的怪兽。我就是金钱怪兽啦。哦，安尼差不多啊，问问嘛，差不多啊。伊爱放伊等去上班啊啦。对啊啦，赶快上班。恁敢知影阮谁会邀请恁来？啥哪？因为看到台语真认顿了后，都阮三个人的声音袂着。毋是啦，其实，因为其实咱平常时互相的伫咧袂种也都有伫互动嘛。就是有一个网友讲，因进前无咧听恁的 podcast，尾来因就是有一工恁去上迄什物阿迪哦，阿迪去阿迪遐开讲了，结果因就知影恁了，后尾个找着阮。伊会讲，结果伊拢听阮的，我重点想要讲即句啦，无啦，讲起来，讲起来，伊会讲，想讲就是会当找恁来，但是伊讲可能伤差，伊叫咱控制一下音量。其实今仔还好吧？今还好，今我有控制，听到没有？我有强烈控制。而且大家有发现我今仔日话真少，因为伊麦克去用夹起，因为我的声音平常时拢定定会爆音，对，会崩去。阮这就是歹势，阮头家对声较讲究。而且阮的听众已经惯势，讲阮的声拢伫一个频率顶悬，所以阮就是有较限制。连讲伊若机器买好，阮才去因遐销乱，阮才定机甲我真正爱买新的机器较会使。对，好，安尼真感谢恁今仔日就是千里迢迢来到阮即个深山哪来啊！哎哟，有一个人个爬山，因三个拢爬山起来，好啦，辛苦。等下钱会签互恁啊，你莫烦恼。有钱就好讲话。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借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上尾伊嘛想要讲的，好啊，莫多谢，拜拜，拜拜，再会。啊，头拄有人讲要唱歌啦，像啊，要唱，无啦，我凊彩讲，我忘记。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借问，来叫吧，来敲门，来敲，决定还是滚一边哦，滚一边哦，来请问，好，来个一个哦，好来。